出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台湾的俗语，真侪咧劝人讲，都爱小心无事本，唔通大意失荆州。来讲头一句，咱讲近山草无茶，近溪淡无水，这就是想过头靠势的人啦。伊住伫咧山边，想讲吼，我要炒茶，不时嘛有通去炒。唔知影讲真正要着甲咱炒顺，时机已经过，人炒起了。近溪伫咧淡无水，真正要着甲咱担的顺，时机已经过了身，煞了代咯。代志的演变的转变，互咱料想未到呢。咱知影讲，想过头靠势，有当着啊会互势误。关羽和孔明写生死军令状，讲我来去镇守华容道，绝对将做奸贼的人头赶转来见先生。结果孔明真正生死军令状写了，关心一个，伊嘛是甲老辈保领讲主公，但即马做奸贼，性命伫咱的肩胛牌。结果想无到讲关羽无顾结拜兄弟的感情，竟然放糟草一条生路。别人还未爬起来跳，张飞张将军先牙讲靠势真正会互势误吼！你甲看，讲啥物？吼，这性命伫咱的肩胛牌做奸贼哦。但即马运的较输在张远的哦，先生，你要安来甲我背回？我甲你计较到底哦！吼，张飞讲到颔军真遮大条，孔明开心继续甲约讲，有影靠势会互势误。我嘛相信讲，关将军这张生死状写了，代志都无变化。有影我较靠势，毋过张将军，你嘛知影讲，这正嘛是做奸贼，命不该将，敢无影咧？莫讲啥物命不该将啦！即摆张飞搁再牙讲你著爱听我讲啦。你若会晓讲哦，另外派一支军，你讲按老张的就好啦。对华容道做错闪过了后，担后壁xuất后草，甲包草，共款的人头今日赶转来啦。哦，张将军，啊那咧，你毋着比我搁较够算？比我搁较够用计，毋是我咧甲你讲道理，讲好做提防都无防。张飞原啊换伊甲孔明讲道理，提防都无防，意思就是讲，怎样通提防，代志都无防。即讲话音的下，即句俗语吼，防头一个防就是提防的防，后壁即字就是妨害的妨。所以怎样通提防的顺，代志都无大妨害啦。换张飞咧甲孔明讲翻头，啊，这每一句的俗语。拢毋是古正仔讲的哦，毋是古正仔家己编哦，这真正拢是顶地的人传落来，咧劝咱讲小心无事本哦。毋则讲表面上咧讲三国，事实吼每一出头拢共款啦，拢咧搬互现迄代的观众咧感动。50年前甲50年后咧搬的三国，出头咧讲的口碑就完全无共啊，就是大概人家看了会入耳，听了会赞成，毋则会甲咱拍扑啊，毋则会学了讲即个艺表演了好。所以每一句的俗语拢是应用下时代咧发挥啦。